英国7月底受一个嫌犯冲入囡仔的舞蹈班压倒乌白扑，造成3个囡仔不幸过身。这极右派团体是放假消息，讲这凶手是一个移民，怎引起英国反移民的示威。不过，这阵另外一派是看袂过极右派这款行为，嘛惊就加入抗议，两派对立，社会大乱。 大社发口号反对极右派诉求，英国伦敦有数千人上街反对极右派最近的反移民示威。民众也标语顶面写着“无空间用文收分，终结法西斯主义”，因为最近极右团体定针对穆斯林甲移民团体暴力袭击。We're not going to let fascists, we're not going to let racists and the far right march here. Yeah, that's basically why I'm here. And there's fear. They've spread a lot of fear. 包括利物浦、牛津、布里斯托甲伯明翰等地，拢有类似反极右示威集会，造成最近一礼拜的动乱的主因，就是7月底发生的一件17岁少年压倒当地儿童舞蹈班，带走3个查囡仔的性命。 极右派调讲误导凶嫌的身份是寻求庇护的穆斯林难民，结果暴力示威愈演愈烈。极右团体较早也阁呛声要伫英国各地发起超过100场反移民示威，目标是甲移民相关的机构设施。英国警方部署数千名警力应用，强调保护社区是警察核心任务。We've changed our tactics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So besides marshalling more officers, we're brigading some of them at key strategic loc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To give us more agility to respond to wherever the protests are most intense. 目前包括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甲华人，拢已经提高警觉，减少外出。专家警告，极右派可能转移目标。这款移民恐惊会控诉到港府等地已经提升英国的旅游警示，呼吁香港人注意安全。总计顶礼拜开始的骚乱已经有400多人被抓，超过140人被指控，其中一寡已经被定罪是判刑。英国的暴力事件也是1个月前才上任的工党首相斯凯尔面临的重大挑战。公司新闻地位林编译。